来关心麦当劳的官方网站进前放漏话，讲要讨30万，若无就要去分店来下毒。检警接到报案了后，即马根据 IP 已经抓到嫌犯。这个嫌犯是表示，伊是因为欠钱才安尼先做，因为台北的地检署已经甲嫌犯提起公诉。今天你做身份确认。这走人要你爱困神，门拍开看到警察提股票掠人。这边罪名是恐吓等害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说你有涉这个罪名。本来警方侦办恐吓案件，对查 IP 源头，发现这查某人涉嫌向麦当劳揩油。恐吓内容是，涉案女子要求3月11中昼12点进前转销30万到指定户头，若报警会伫各店随机下毒，短短5天时间，连发6张的威胁，拢是透过官方网站客服信箱寄的。犯嫌应该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犯案动机。被抓性格的查某人49岁，捌伫台大读册，点过公家单位，即摆恐吓麦当劳已经被提起公诉。麦当劳回应正重视专案，即马专案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。业者看起来态度低调，毋过代志发生第一时间毋敢代志，马上调整外送平台食品销售作业流程，因为即种下毒行为难免让人想到特别20年的千面人事件。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对不起。伫镜头前认错，当初这嫌犯伫提醒饮料内底做氰酸钾，造成一死4伤。即摆下毒行为虽然无成功，不过律师提醒，就算未遂要刑责。对他人公开贩卖食品下毒，即使是未遂，依刑法191之1条规定，最高人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即摆嫌犯下毒进前，检警提早抓到人，业者一点都毋敢凊彩，就惊食品出问题，引起食安危机，对名声甲财务也造成严重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